揾我，你等我一陣，我覆埋個 WhatsApp 先。香港朋友揾緊我。點解香港人唔用 WeChat 一定要用 WhatsApp 嘅？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喎。其實佢哋唔係唔用，少用。WhatsApp 一直以嚟咧，我所識嘅朋友咧，多數都係 WhatsApp 噶啦。譬如有時候佢哋有一個電子嘅卡片咧，一拍埋去咧，其實 WhatsApp 就到。至於 WeChat 用唔用咧，香港一般嚟講嘅基本上，我覺得係近乎冇嘅，因為香港本身都比較堅信Facebook、IG、WhatsApp 呢幾樣嘢咧係最有效嘅工具。見到香港開始有朋友問：喂，想唔想做小紅書啊？咁點解會咁咧？因為其實小紅書通常佢哋認為係集中做旅客，咁旅客嚟到香港通常會睇小紅書，咁為咗幫香港促進呢個嘅生意嘅體系進步同埋嗰個旅遊咧，咁其實小紅書係一個首選。好似我哋澳門咁啊，我身邊嘅朋友以前都唔拍影音號嘅，而家一定要拍，因為你唔拍短視頻咧，人哋係唔識你嘅。其實我覺得今時今日最緊要咩啊？我哋圍內一班人究竟用乜嘢工具係最快令到對方知道你嘅產品服務嘅，我哋跟住行就得㗎啦。